我先應該攞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。犀利！香港電影最光輝嗰陣，主角幾搶鏡都好，都要有綠葉去托，而吳孟達就係撐起香港喜劇半邊天嗰塊頂級綠葉。大家最記得佢貪生怕死嘅搞笑樣，但你未必知佢後生曾經因為爛賭搞到破產兼欠人周身債，走咗去揾紅透半邊天嘅周潤發借錢，點知發哥淨係拋低一句你自己搞掂佢，大哥肯定恨死佢，甚至想過尋死，但就係呢一巴掌刮醒咗佢，佢閂埋門死刨演技，後尾先知原來係發哥一直喺背後推薦佢，佢先有得翻身，跌完企翻起身，佢遇上命中注定嘅拍檔周星馳，星爺嘅無厘頭好尖銳，如果冇達哥喺隔籬店主做翻啲貪財但重情義嘅市井小人物，觀眾根本好難入口。佢哋戲內係兩叔侄，戲外係真正知己。達哥最勁嘅位係最離譜嘅對白，佢都講得理直氣壯，對住個石窿嗌娘子，快啲同牛魔王出嚟睇耶穌啦！又或者係逃學威龍2嘅曹達華，食軟飯食到串串公話，你教我做嘢啊！不過呢對神級拍檔最後都係散咗，外面傳佢哋反面，但現實冇咁多狗血劇情。當年只係因為沙士搞到撞期，陰差陽錯先合作唔到，冇深仇大恨，只係大家慢慢越行越遠，直到2021年達哥臨走，星爺默默去咗醫院送老朋友最後一程。如果你以為達哥淨係識搞笑，咁就太睇小佢。天若有情入面最廢嘅古惑仔太保，幫佢攞到人生唯一一個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到咗晚年，佢經歷過心臟衰竭，仲走去拍《流浪地球》。60幾歲人吊完威啊，要即刻吸氧氣死撐。為咗套戲，佢真係連命都搏埋。佢絕對唔單止係一個喜劇演員，佢係一個真正嘅戲骨。人間從此無達叔，我哋同周星馳都少咗個可以接住我哋笑聲同眼淚嘅老朋友。講起吳孟達，你最記得嘅又係邊個角色？係軟飯硬食嘅曹達華，最廢古惑仔太保，定係叫人出嚟睇耶穌嘅二當家？